再来看宜兰县的公车站，最近互人反映无电火，变若暗时等车就足无方便。即马县政府是表示讲，会甲台电甲公所来协商，先解决用电的问题，再个一步一步甲电火来设置好势。 宜兰市区的公车候车亭完全无照明设备，半暝了后正暗，搁较无人坐车。最近地方反映，这种的候车亭对真接坐公车长辈来讲真无安全，尤其若是较庄卡光线搁较暗，治安较顾袂着。 也让我们在候车亭里面的等车的乡亲民众有多一份的安全感，因为它光线够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比较不会造成治安的死角。宜兰县目前拢总有302候车亭，有电源的有61个，敢若部分有照明设备，其他候车亭拢无。要安怎改善？投入成本敢会当有效提升公共运输坐车率？大家讨论。有灯当然比较安全啊，看得比较清楚。太暗的话，对于晚上的话，行人一定是没那么清楚嘛，那一定会造成行人的一定的一些危险性。因为疫情改变民众通勤习惯，伫全国各地拢面临公车使用率降低问题，恢复脚步无够紧。根据县政府的统计，2021年全县公车甲国道客运平均每个月差不多75万人来坐，去年提升到94万人，成长率差不多23%。那有关于其他的如何来增加我们的公共运输的达成率？那县政府也会逐步来推动相关的这些政策作为，以及增加我们相关的这些服务设备。县政府表示，近年来新起的罗东甲宜兰转运站提供更较好的服务，希望会当有效提升公车运输的坐车率。未来我们会透过各种政策来改进，若是候车亭的照明，未来会甲台电以及各公所协商，先解决用电的问题，再慢慢增加照明设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